是什么意思？阿妈不捌字，但是捌真多代志。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，锁匙打开有雨水。阿妈不捌字，但是有一张真批写予伊。10年捌打开，伊讲啥伊不如相信。我爱的你，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小合意，无留半日，就断了过去，甘心付出为好闺蜜。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小合意，山明海誓也失去意义，真花拢无你痴情变痴迷。我甲阿妈问，阿妈的真花是啥物？伊讲真心的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小合意，无留半日就断了过去。甘心付出为好闺蜜，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小合意，山明海誓也失去意义，真花拢无你痴情变痴迷。我甲阿妈问。花是啥物？伊讲真人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伊讲真人要爱无